2个铁桶，空大气压力压出水，但是2个水管，2只水管要加水，80%就好了。要灌，刚刚看的话，我要灌半个钟头以上呢。灌水进去就是要把那个空气逼走，那才能够有那个水路相连。水上面进去，水上面进去，下面出来，水用一边进一边出，空气产生变化，然后有大气的力量、大气压力的力量嘛，把它吸进去，水就会从管子进入铁桶，再从低处排送到那个田里面。